而家中山核心區9字頭單價現樓大裝修，即買即收樓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Kelly， 今集為大家介紹一個被好多人都忽略嘅樓盤——晉綠盛景屋苑。咁佢嘅位置係位於中山石岐嘅位置，周邊嘅配套都比較成熟嘅。先睇翻嘅話咧，從項目呢個位置嘅話咧，大約步行2分鐘嚟到咗佢嘅呢個菜丁奇港市場啦。咁佢呢度嘅話咧，就有超市、有健身房，以及嘅話咧，下方亦都會有佢嘅市場啦，即係你可以購買新鮮嘅生果、肉類、蔬菜都係有嘅。同埋嘅話咧，你再步行多1分鐘嘅話咧，嚟到咗呢度有一間好出名嘅南方園嘅茶餐廳啦。你想食飯啦、飲下午茶啦，都可以過得去嘅。同埋嘅話咧，佢再前方啲嘅話咧，亦都會有個日星嘅美食城啦。銀行呢啲全部都係喺呢個位置嘅。再遠啲3到5分鐘嘅車程可以去到中旅彩虹，或者去翻1+1消費咧，亦都係好方便嘅。我哋先睇翻佢嘅交通先。喺項目嚟講嘅話咧，5分鐘嘅車程可以去到中旅彩虹樓下，乘坐永東嘅直通巴士返香港；10分鐘車程去到中山北站，乘坐佢嘅軌道交通去到廣州南站，或者係南下落返珠海站返香港都方便。現時中山北站亦都係升級緊深茂鐵路嘅。喺呢邊嘅話咧，你可以見到前方亦都會有一個公交巴士站點，係可以去到中山嘅各個區份嘅。你出嚟嘅話咧，都係步行2到3分鐘嘅時間嘅。喺呢邊嘅話咧，享受嘅配套咧，亦都係10分鐘可以去到中山嘅山姆會員店，係一個比較大型嘅倉儲式嘅超市嚟嘅。都可以去消費啦。不過咧，佢係會員制。同埋嘅話咧，佢呢度去到大鎮新都換，去到興中廣場，去到中山嘅步行街，其實亦都係8到10分鐘嘅車程時間，都比較便捷嘅，都可以提供到呢啲休閒嘅娛樂俾到大家噶消費。我哋嚟睇翻整個項目先。整個項目一共係有9棟嘅樓宇，總戶數681伙嘅單位，現時亦都係就緊清貨階段嘅。可以見翻嘅話咧，而家目前賣緊就係7座嘅樓宇，2梯3伙嘅單位。其中嘅面積嘅話咧，就有110平方、120平方以及係130平方嘅，都係現樓帶埋裝修。而家目前嘅單價嘅話咧，就喺9000零蚊1平方米嘅，帶埋裝修。而家上車嘅話咧，仲限時贈送1年嘅物管費，以及嘅話咧就係全屋嘅一個冷氣啦，即係佢房間嘅冷氣係包埋嘅。大家如果係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右上角 call 翻我。成個樓宇嚟講，佢嘅入住率咧都係比較高嘅，並且園林咧亦都比較靚，整得比較靚啦。因為有咁耐嘅一個時間啦，所以大家如果話想揾翻一啲城區嘅樓盤想揾間啲低總價、低單價嘅話咧，可以嚟睇一睇嘅，因為周邊嘅配套的確亦都好成熟，可以轉一圈望一望噶。如果嚟過西區嘅話咧，都知道噶啦，呢度嘅位置比較近西區。所以有興趣嘅話，聯絡翻我。而家咧跟隨我哋嘅鏡頭去睇翻佢7座實體樓嘅戶型間隔到底係點樣嘅。而家嚟到晉綠盛景7座嘅實體樓喺13樓嘅位置，總高28層高，2部 lift 3伙單位嘅設計啦。為大家介紹嘅係03單位嘅130平方嘅。見翻呢邊嘅話咧，會有防火門同埋走火通道嘅話咧，係喺呢個位置嘅，可以見翻。其實佢03呢個戶型嚟講嘅話咧，相對門口嘅一個位置咧就會多啲，同埋嘅話咧，呢邊都有採光窗係可以打開通風嘅。先入到嚟佢間屋嘅間隔先。呢邊嘅話咧係帶埋裝修交付嘅，子母門同密碼鎖都係交付標準。見翻佢嘅呢個空間係啦，呢個空間嘅話咧，其實都比較好利用啦。你可以記佢話係入戶玄關嘅位置，或者係入戶花園啦。呢邊可以去設計翻一排嘅櫃啦，同埋我咧採光窗亦都可以打開通風。如果係有小朋友嘅情況下咧，
想有鋼琴嘅呢個位置都可以去擺到嘅。嗱，一入到嚟嘅話咧，其實佢130平方，佢嘅實用率咧就唔算話好高，因為嘅話咧只有2間房間，再加埋一個相對嚟講比較細嘅一個房間嘅。一陣咧就再睇翻佢嘅一個房間嘅佈局先。我哋嚟睇翻佢嘅廚房。廚房嘅話咧係兩邊嘅設計嘅。咁呢度預留翻嘅話咧係雙門嘅雪櫃位置啦、星盤以及下面嘅間隔。因為帶埋裝修嘅話咧，佢係抽油煙機、燃氣就2件套係交付嘅，同埋嘅話咧，呢度會有個生活露台嘅。嗱，生活露台嘅話咧，其實佢呢邊嘅景觀望翻出去嘅話咧，係可以望到佢園林嘅。咁啊，低樓層啊，咁如果高樓層嘅話咧，相對喺市區嚟講啊，你要好開揚嘅景觀嘅話咧，就比較難嚇。咁啊，再嚟睇翻嘅話咧，就係側邊。側邊嘅話咧，係佢飯廳嘅位置，擺咗張圓形嘅飯台啦。咁啊，當然其實你呢邊嘅話咧，都可以去做翻餐邊櫃嘅。睇翻大家嘅一個設計。嗱，睇翻佢呢邊先，呢邊嘅話咧，其實係洗手間，同埋嘅話咧，佢呢啲全部係相當於係交付標準嚟㗎啦。咁啊，當然鏡面嘅話咧，同埋趟門嘅話咧，就需要自己再去設計。呢度嘅話咧係會有間房間嘅，呢間房間都算 OK 嘅，擺到5尺嘅床。然之後嘅話咧，衣櫃嘅位置都可以往呢邊去做嘅。咁啊，連接咗側面嘅露台。嚟睇翻佢嘅廳先，呢個廳嘅話咧130平方，你話佢好大，其實我又唔覺得嚇。咁啊，但係咧都算係比較方正、比較舒適嘅，以白色嘅乳膠漆牆面交付嘅。因為而家嘅話咧，佢嘅光線，因為今日天氣咧都會有啲暗嘅，所以唔話十分之充足。但係相對佢整面嘅一個採光嚟講嘅話咧係 OK 嘅，因為兩邊都可以得到採光。嚟睇翻佢嘅露台先，呢邊嘅露台嘅長度嘅話咧，大約係有7米嘅，可以見到。連接咗呢一間房間嘅，嚟睇翻嘅話咧，就係佢朝向南朝向啊，望到嘅話咧係可以望到佢嘅園林啦。其實呢一度嘅話咧都已經有好多年嘅時間啦，佢嘅園林維護得亦都好靚，包括佢嘅樓宇都好啦，都係磚仔上牆嘅，可以見到。咁啊，入住率嚟講嘅話咧，都還可以啦。呢度入住率雖然佢學區方面嘅話咧就唔就讀比較好嘅學區，但係我見到佢嘅入住率都可以嘅。嚟睇翻嘅話咧，即係呢度嘅話咧，就係我剛才提及到嘅比較細嘅一間房間。呢間房間可以作為榻榻米或者係多功能房，因為130平方佢嘅實用率係相對會較低啊，即係對於而家市面上嘅一個產品嚟講。但係嘅話咧，勝在亦都係總價優惠嘅。嚟睇翻嘅話咧，係佢嘅套間嘅套廁係喺呢個位置啦。咁啊，馬桶、洗手盆呢啲都係交付咗嘅。咁啊，花灑水龍頭都有。咁呢個位置嘅話咧，亦都可以正常去做翻衣櫃啊。咁啊，床係6尺嘅大床，3面落床嘅位置，270度嘅採光窗。採光方面嘅話咧係可以嘅，通風各方面啦、景觀啦都可以望到佢嘅園林。咁啊，130平方嘅單位嚟講嘅話咧，總價 total 係喺126萬嘅總價。咁啊，單價嘅話咧 total 係喺9500蚊起啦，即係大約9000零蚊1平方嘅單價。咁啊，當然亦都要睇翻樓層嘅高低。咁而家嘅話咧，仲限時贈送翻1年嘅物業管理費，以及嘅話咧，即係房間嘅冷氣係送埋俾你嘅。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隨時右上角聯絡翻 Kelly， 讓我實地過嚟去考察翻，再繼續去為大家介紹另一套單位。繼續睇翻7座實體樓嘅02單位110平方，01單位係120平方嘅，但我覺得兩個戶型咧都相差唔大㗎啊！呢邊咧亦都有採光窗可以打開通風。咁啊嚟睇翻嘅話咧，就係佢實際嘅交付標準，以及嘅話咧呢一套亦都係在售緊嘅13樓啊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佢嘅景觀，中意佢嘅朝向同埋佢嘅間隔嘅話咧，都可以 call 翻我嘅。咁啊，子母門咧都係交付啦，2梯3伙啊。嗱，呢邊嘅話咧，一入到嚟咧，
呢個位置你可以作為一個多功能區域啊，或者喺呢邊做翻鞋櫃都 OK 嘅。呢度嘅話咧就係廚房，廚房嘅話咧亦都係兩邊嘅設計預留翻雙門嘅雪櫃位置嘅。嗱，睇翻星盤下面嘅間隔，呢啲嘅話咧全部係交付。咁啊，呢度嘅話咧亦都會有個生活露台。嗱，水位插蘇嘅位置，啊嘛，到時候呢邊嘅話咧可以擺放洗衣機都係 OK 嘅，作為一個晾衣功能嘅區域。喺呢度嘅話咧，可以見到南北對流嘅設計嚟㗎啦。啊嘛，呢個話咧可以作為飯廳啦，嚇。嗱，先睇翻佢呢邊嘅景觀先。呢個康景樓嘅話咧係已經係開通咗㗎啦。咁啊，你可以去到華僑城、三木會員店或者中山北站咧，都係好近㗎啦，都係經呢條路啦。咁啊，同埋嘅話咧，前方呢邊亦都可以望到佢嘅田園風光嘅景觀嘅，整體佢嘅採光係可以嘅嚇。咁啊，同埋嘅話咧，嚟睇翻佢嘅廳先，客廳。梳化嘅位置，電視背景牆白色嘅U+7牆面交付。咁嚟睇翻佢嘅露台。南朝向呢度嘅話咧，露台嘅長度咧，大約係有6米左右嘅長度嚟嘅。景觀望翻出去嘅話咧，揀低樓層就望園林，揀高樓層嘅話咧，咁啊，相對佢嘅景觀咧都會係望翻樓嘅，因為入住率係好高，係好高噶啦。喺城區嚟講嘅話咧，的確你要好開揚嘅景觀咧就比較難得啊。咁啊，嚟睇翻嘅話咧，就係佢。呢度係洗手間，洗手間嘅花灑、馬桶、洗手盆係交付嘅，同埋亦都有採光窗。但係如果嘅話咧，呢個趟門咧係需要自己去安裝嘅。呢度亦都會有一間房間，呢間房間嘅話咧，望翻出去咧就係田園風光嘅景觀。咁啊，見到佢嘅橋墩嘅話咧係整緊佢嘅深茂鐵路嘅。咁啊，到時候中山北站嗰邊嘅話咧，亦都可以乘坐佢嘅鐵路去到深圳啊。呢度嘅話咧，亦都有一間房間嘅。見翻咁啊，呢間房間嘅話咧，亦都係連接咗出面嘅露台嘅。咁啊，見翻佢嘅磚啦，都係有少少灰色調嘅。咁啊，呢啲門全部係交付嚟㗎啦。咁入到嚟嘅話咧，係佢嘅套間。套間嘅套廁嘅話咧，見到嗱洗手盆呢啲。咁啊，洗手盆上方嘅瓷磚呢邊嘅話咧係冇鏡面嘅，係需要自己再去安裝啊。呢兩邊嘅話咧係衣櫃嘅設計，咁啊正常6尺嘅床，咁啊有窗台嘅位置嘅。景觀嘅話咧望翻出去，亦都係望到佢嘅園林。咁啊呢一套110平方嘅單位，總價 total 係喺107萬嘅。咁啊具體嘅話咧，亦都要睇翻樓層嘅高低價格有所唔同啦。咁呢一邊嘅話咧，其實配套都比較完善啦，因為都係屬於社企嘅區域啊。只不過咧係佢嘅一個配備嘅學區咧，唔話十分之好。但係嘅話咧，對於港人嚟講嘅話咧，你要居住環境舒適，又想出行方便嘅景觀嚟講嘅話咧，呢邊亦都可以望到部分嘅田園風光嘅景觀。只不過確實係佢嘅實用率唔夠高，同埋嘅話咧，而家性價比比較高嘅，因為單價嘅話咧就9000零蚊1平方嘅。咁啊，去翻中山北站、中旅、彩虹、三武會員店、華僑城、大新新都會呢啲都係好近嘅嚇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 call 翻我。咁而家嘅話咧，上車仲送埋房間嘅冷氣啦，以及嘅話咧就係1年嘅物管費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如果話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呢啲全屋嘅家私家電我哋都包埋送埋俾你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就 call 翻我。咁啊，今一集嘅內容嘅話咧，就為大家介紹到呢一度啦。咁啊，建議嘅話咧，約我實地過嚟考察，睇清楚再決定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